的维吾尔作曲家逝世，著名的维吾尔民间艺人、前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战士、作曲家都特尔大师穆萨江肉孜11月14日逝世。深受人民爱戴的这位都特尔大师，在东突厥斯坦伊犁州昭苏县逝世，享年93岁。据悉，在他去世前，他多年来一直生活在中共严格的监督之下。东突厥斯坦民族协商会议发布声明，东突厥斯坦民族协商会议顺利结束，并发布会议声明。11月6日在日内瓦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镇压之后，从7日起，来自世界各地的东突厥斯坦代表聚集在慕尼黑召开东突厥斯坦民族协商会议。会议发布了以海外维吾尔人目标和原则为基础的声明。麦斯赫特人流亡74周年纪念日，11月14日是麦斯赫特人流亡74周年纪念日，人们举行着各种活动来庆祝大流亡74周年日，并纪念流亡中死去的人。1944年11月14日，生活在格鲁吉亚阿赫斯卡地区的10多万麦斯赫特突厥人，按斯大林的命令被驱逐家园，并被驱逐到苏联的偏远地区。在流亡的道路上，许多人在非人的条件下丧生，幸存者在他们被配置的地方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人们还记得这一天的痛苦。美国议员提交制裁中国议案，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向众议院提交由多位两党议员联署的议案，谴责中国强制拘留多达100万维吾尔穆斯林，呼吁停止武断拘押、酷刑和逼迫放弃信仰等行为，并惩罚相关中共官员。施密斯议员强调，应当惩罚那些粗暴违反人权负有责任的中国政府官员，禁止美国公司帮助中国在新疆建立高科技监督系统。哈萨克斯坦举行150万人拉丁文听写。哈萨克斯坦举行拉丁化哈萨克语全民听写活动，约有150万哈萨克斯坦居民同时参加。全国各地有150万人参加了由哈萨克斯坦文和体育部举办的这次听写活动。参赛者在各地的图书馆和其他教育机构同时使用拉丁字母听写录音播放。